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快！啊！来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开会呢。道路千万条，城市第一条。我刚刚已经问过蒋小川了，你今天上午根本没安排。我进去。快救我！我为了帮你，要被你们拉去医院了。在一进门的地方先放一个小型的迎宾台，因为这样客人进来之后，他们会有一个短暂的接待，然后可能是在这边，或者是在这个区域，我们会有一些休息区。快点！等一下，你快找我有事儿。哎呀，不急，等你做完治疗，我正好也要找我哥说道说道。昨天的事儿还没完呢。他挺急的，不信你问他。看这儿还要不要再改一下？行，我给他打。这个地方。这个油烟机呢，是我从5、6个品牌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。因为咱们制作西餐和中餐的烹饪手法不同，所以说需要的性能也不同。哦，那你看看等一下这个。继续。顾南收。你要想走就走吧，我不拦你。好，那我先去开车。怎么回事？我不会再求着你了，孩子没了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给你自由，我放手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我去还不行吗？好了，起来吧。我去，来起来，你起来。你顺着光线，一步一步走到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。他最近的状态好转了不少，看来近来的疗法比之前见效多了。那他的病能彻底治好吗？他的焦虑症和高压下的应激反应都是心因性的问题。如果能够想办法帮他打开心结，正视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事，也许会有好转。而且现在还有周小姐你在。我？你有没有听过一种治疗手段叫做森田疗法？